同款是甲海洋废弃物摕来回收再利用的，也有森林烤鹅。这海产是真出名，不过每一年拢有真侪蚵仔壳变作是废弃物，若学分解，也会造成粪扫的问题。艺术家陈贤武就带一群少年人，利用蚵仔壳结合在地文化来装塔饼面，而且想要甲这打造做上派的传统渔村。甲蚵仔壳黏伫红砖仔顶悬，扫落来摕油漆来画，经过几若工面烂的设计，最后完成100美丽的壁画。这是云林出名的渔村口蚵乡，是台湾蚵仔甲蛤蟆的重要产地。不过，大当所有100吨的蚵仔壳爱清，毋若环境恶分解，嘛找无所在等。为了要替家乡尽一份心，艺术家陈贤武就带少年人做伙用蚵仔壳来装塔壁面。希望说把这些废弃的东西可以再做一个有价值的呈现。所以我们就是结合大家的思维，我们就利用这些废弃海废的东西来做一个装饰艺术。就是说在墙壁上呈现一个我们在地渔村的特色。陈贤武表示，伫咧画图正正爱先找到适合的壁面，找到了后爱得到厝主的同意，才会当开始创作。90几名拢真介意，目前完成300壁画，分别以实农教育、渔村风景、甲金湖万圣夜传说做主题，用当地元素结合的艺术，让作品呈现出渔村的特色。我们希望说，我们以后的口湖乡是一个非常优的科贝艺术乡，整个是用科贝来制造。好，那我们希望说，我们在营造的时候要有在地的文化、在地的生活素养、在地的素材来做呈现，有在地的特色。指定在地人想要解决海洋废弃物的问题，用蚵仔壳画壁画，毋但改善环境，嘛替老旧的建物增加出新的面貌。但贤武表示，希望未来会当争取愈侪资源甲经费，甲口湖打造做蚵仔壳艺术之乡，成做上派传统渔村，带动观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